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之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使一切苦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。以恨慈悲哦，咱较班成过。好，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发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言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即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伐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。天发老母垂玉线，说言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气超生。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腿化成亲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谁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智，赦罪三草救众生。救苦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紧领人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知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逢法显神通。择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良弥勒尊。吾王自令记下生，周胡难掩归正宗。来往照下莲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谁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
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颗，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、5颗、6颗、7颗、8颗、9颗、10颗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，说弥勒救苦，弥勒下世挥千灵宝无灵瞻地，莲花印证落在中原三仙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梭眼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迎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法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缩眼显化在鼓东，南北两局连中续，滚圆鼓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谁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智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遮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智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法显神通，扯起造起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之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王自念即下生，说服蓝眼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往阳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颗，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、5颗、6颗、7颗、8颗、9颗、10颗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3遍，
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三地，免发应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言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引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法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。说言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今年气超生，适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谁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智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。钦点文部遮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智弥勒成道，保佑香安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，青年逢法显神通，扯旗造旗遮日月，头顶孙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停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王敕令即下生，说服蓝眼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往量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祥起舞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冯飞航，自是龙舟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子仙，
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真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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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真佛。好，感谢点恩师领任组长各前贤，默写导读到这里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感谢辉煌领任，感谢领任慈悲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晚安。赵老师，领任晚安。赵老师有听到吗？有领任。明天晚安。读经会考8点半报到啊。8点半。有参加读经会考的前贤。感恩。8点半报到。8点半就要报到了。让爱回响的服装。谢谢，感恩。前贤们晚安。愿将是功德的回向地体照天顺哦。网络电视台有一点点功德也回向地体照天顺哦。有仙佛慈悲帮助往生弥勒净土外院，感恩上天慈悲。